今日係一隻玫瑰金鋼一做翻新補鋼，佢個金圈有啲位小崩，另外需要做陶瓷圈打磨修復，數字0同埋3字位有幾條髮絲花。成隻錶整體有明顯佩戴嘅痕跡，啲腳位都有睇到一點點嘅崩位，呢種情況之後會先補鋼再打磨，咁就可以近乎冇痕跡咁樣修復。由於貴金屬會氧化變黃，依家睇上去玫瑰金稍微似係黃金色，之後經過處理會恢復返正常玫瑰金嘅顏色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翻新完之後嘅效果。翻新後外圈齒紋崩位已經修復，陶瓷圈上面嘅髮絲花紋都近乎完全隱形。有崩位先補金或者鋼，可以起到對隻錶嘅保護作用。先將崩位補高，預留足夠多嘅位置去打磨修復，避免直接對崩位進行 remove 而過度打磨令隻錶變形。如果係特別大範圍或者深嘅撞崩，就需要反覆補多幾次，直到表面睇唔到沙窿同埋瑕疵為止。有問題需要諮詢嘅朋友可以直接 PM 我哋，多謝。